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仔要讲的这个主题是2050的净零排放推动的一寡策略哈。那么，咱这要一开始先来看这个影片，听我市长要甲咱讲什么。2022年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今年5月将伫台南登场。今年以疫情过后的新生活，强调循环经济、净零碳排等为焦点，希望透过政府甲民间合作讨论，找出更较侪创新的方案，成为具体政策。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嘛强调，以过去催安是名制定应变能力的成功经验，希望对台南出发解决世界问题。2年前的今天，我们口罩实名制调整成配送到卫生所，那之后又推出了2.0、3.0等等的做法。这个当然是公卫体系非常的创新，但是同等重要的就是由台南出发的吴展伟、江明宗等等的公民科技家，透过社会创新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做才能够让口罩在台湾的不分城乡、不分南北，每个人都能够买得到，每个人都能够戴得上。那同样的，这群人也在去年包含实联制，当然台南做得非常好的这个实联制上面也贡献了非常大的这个心力，所以我们想说，同样的这一套做法，如果能够建立起防疫新生活的习惯的话，那当然接下来在净零碳排这个题目上，净零的新生活也应该从台南出发，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主办单位台南新艺协会拄啊展现今年以中继亚洲为主题，嘛透过碳排放的计算，向社会解说民众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努力，达到零排放的目标。我们要打造一场净零碳排的峰会，所以从刚刚我们做这个碳计算开始，我们所有的从业过程当中，我们都去计算碳排放，然后我们去做碳的抵换。这个抵换最后会经过第三方的国际机构去做认证，说这个活动本身是净零碳排的，这是我们很努力的一件事情。疫情期间，台南在数位化治理的创新想法，嘛累积真侪实践经验，希望甲所有参与的单位合作，在社会创新顶面有更进一步的呈现。我们很期待借着这样的一个互相的激荡，借着这样的互相的讨论，能够找出许许多多的解决方案。尤其今年是重建亚洲，健康的健，我们希望说在疫情肆虐之后呢，对于全球甚至亚洲甚至全球的整个社会风貌会产生很大的改变。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个社创高峰会，能够思考全面性的思考，在社会层面、在经济层面、在许许多多的层面上，在卫生环境的层面上，能够了解说未来亚洲甚至全世界何去何从，或者说它产生的基本的变迁。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高峰会有更多的脑力更多脑力激荡能够在这边发生。社会创新高峰会到时除了有严肃的讨论，嘛推出道来市集、营销小旅行，以及甲易卡通合作的台南富贵卡作为立场票证。加上3月要公布世界级经济学家演讲，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把机会来购票。咱知影吼，这节能减碳呢，已经是咱21世纪吼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吼。那么伫今年的这个地球日的时阵呢，咱总统吼蔡英文伊来表示讲吼，这2050的净零转型，即嘛是全世界的这个目标，嘛是咱台湾的这个目标吼。那么咱知影咱台南市政府吼，为着要来打造这永续家园吼，那么真积极来推动嘛吼，真落实吼来实施这节能减碳的一寡政策。那么伫2008年迄个时阵吼，还未合并的这个台南市吼，就已经第一个来实施吼这反怠速的这个政策吼。那么变成是咱亚洲
第一个反怠速这个法令该制度化的这个城市那么咱伫个2012年的时阵呢，咱台南市嘛变成是咱台湾第一个制定着咱低碳城市这个宜居城市的这个城市有这个自治条例那么这咱看出讲，咱台南市政府真用心啦咱环保局真认真，要来打造一个互咱舒适的这个生活空间那么针对着咱讲2005年的这个净零排放那么在这当中呢，有一寡目标，有一寡政策，咱爱去推动那么环保局到底应要安怎来推动咱的民众要安怎来配合？在今仔节目当中，咱特别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检任技正朱玫瑰，要来跟咱乡亲朋友来分享嘛跟咱乡亲朋友来介绍玫瑰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环保局朱玫瑰检任技正。是我咧讲2050净零排放不过我唔知什么叫做净零排放首先第一个问题就要请教玫瑰好，跟大家解释一下，上面写净零排放净零排放顾名思义就是1减1等于0嘛，所以就是讲咱因为我们的人为，比如讲咱用电，还是咱开车用油，这些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它有可能，比如说牛或猪放屁产生的甲烷，这些都是所谓的温室气体。那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呢，要用一系列的方式去把它抵减掉。抵减掉了之后，几乎就是净零。那这个净零的意义，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增加所谓人为的温室气体。那现在国际上的温室气体的部分，你怎么达到净零？怎么达到1减1等于0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会变成是它现在赋予碳它有一个定价，就是以后的每公吨的 CO2 它是可以卖钱的。那国际上它可能就是不同的产业它会定一个基准，你高于那个基准的话，你要缴钱。那你低于这个基准，你那个剩下来的那个碳，你就可以卖给达不到这个基准的人，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是，有人愿意投资，有的企业愿意投资，所以它减下来；有的企业可能没有办法投资那么多的经费，那他就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碳定价的一个的买卖。那现在台湾的做法，其实在温管法修正的里面，它也朝向就是说，你排了多少碳，有点类似。使用者付费的这样子的，你排了多少碳，你就要缴多少钱。那比如说在国际上，欧盟的话，大约是每公吨大概是收了80欧元，大概是2500块。所以它的这一个净零的部分，它就必须要经过，比如说我们可能要能源转型，现在鼓励大家多使用再生能源你可能不要骑油车，可以骑电动车你可以多搭乘公众运输，或者是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尽量减少你源头的那个使用量。那另外就是增加所谓的循环经济，就是再利用。比如说，我们可以，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有一辆机车。比如说，我们现在188万人，我们总共有189万辆的机车，不用每个人都有一辆机车，但是你可以用共享。也就是说，你可能来到台南，那你就可以骑所谓的共享的机车，或租那种共享的汽车。也就是说，你把那些，不一定是从拥有变成是一个服务性质的或者是说像一些很多的东西可以循环再利用，像我们台南市环保局就推了所谓的代代相传。家里有很多的袋子，你就可以拿出来给需要的人，放在量贩店那你买的东西你需要袋子，你不要再买塑胶袋，那你就可以把我们放在那边的袋子免费供民众索取，你就可以带回家，一袋传一袋。那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可以达到所谓的净零但是当然是不太可能是完全净零，所以到最后就是要利用多种树。比如说种树，那它可以固碳嘛，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或者是有一些碳汇或者是碳捕捉。这样子的方式，尽可能把产生的要等于我把它移除不了的，我再把它固定下来。这就是一个净零的一个方式。
就好像像每一天吃物件，入去到咱的腹肚啊，我们要把它排泄出来哈，那种概念呐哈。因为咱知影哦，即马这个环保议题吼，已经影响到咱的这个生活啦吼。咱的极端气候嘛是因为咱环保的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啦吼。所以咱袂使哦，伫遮吼安尼不去动它哈，但一定要积极的做啦哈，积极的做，开让加紧脚步哈，把这个节能减碳做好不好？那么这个问题哦，不是较干那政府的问题，不是较干那政府咧做啦吼，咱民众嘛爱配合啦吼，安尼大家做伙来，可以让把这个节能减碳吼，这个成绩做更加好啦吼。那我知影讲吼，咱这个节能减碳吼，来减少咱温室的这个气体的排放，针对这部分吼，咱伫个国际啦，还是讲咱台湾目前啦吼，伊的这个情形大概是安怎，是不是嘛？请玫瑰甲咱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好，咱来先来讲国际好了。国际因为全球暖化、气候变迁的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台湾发生，是全世界大家都在发生。那全世界都在发生的时候，就是全世界为了聚焦讲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因每当的时阵吼，拢会伫国际上每年的11月到12月，会在国际上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气候变迁的一个大会。那每年都在讨论，那比较有名的就是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巴黎区叫做巴黎协定，气候变迁的协定，伊迄个伊是个希望全球大家尽可能的努力，在2100就是这个世纪末，能够让我们的温度暖化的温度不要上升2度C，那尽可能控制在1.5度C 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对气候暖化的最低的底线。那全球各个国家大家也都以这个目标为基准。那但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点哈，在去年的时候，联合国它发布了一个报告，它就讲说我们现在全球暖化提早了10年。暖化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3倍，原来的3倍。那以这样子的速度的话，我们可能如果大家再不积极努力去做减碳这件事情，在2030年可能就达到那个1.5度C 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那在国际上面呢，他们就做了有一个叫做绿色和平一个环保联盟的一个组织，绿色和平的组织，它在109年的时候就出了一份报告。以目前我们台湾这样子的做法，持续下去，在2030年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国，那你暖化的速度上升，那就是我们的南北极的冰山啊，这些就会融化，融化了之后海平面就会上升，那海平面上升就会一些海岛国的国家陆地就不见了，都变海里面了。那他们的报告就提出了2030年如果照这样的速度的话，台湾有很多的城市通通都会变成在海面里面。那其中以台南市因为我们台南市可能就是比较靠近海边，大约淹没的城市应该是6都里面最多，大约有400多平方公里。尤其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指标的安平古堡，还有热遮南城的遗迹的这些，可能都会到海里面去。那为了这个问题所以黄市长他在去年的5月的时候，他就在绿色和平组织的见证之下，在我们的安平古堡，他就签了一个所谓的台南市的气候紧急宣言，他就做了一个宣告，就是说我2030年，我台南市的温室气体要跟2005年比起来，我要减20%。那我的再生能源要达到4.5 GW， 就是4.5百万千瓦。那包含我的全部的市区的公车，通通都要改成电动公车。那做了这个气候紧急宣言之后，后来因为总统他宣布了2050净零的这件事情，所以在今年的市政会议，2月的市政会议，市长就进一步的指示，为了达到2050净零，我们的2030年减碳20% 这件事情太少了。他要求各个单位都要动起来，我们以减碳30% 为目标，然后要辅导企业尽可能朝向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迈向净零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就是我们台湾有40几%、50几%，大部分都是出口。那现在欧盟它打算要收所谓的碳边境税，就是你以后要卖进去欧盟的东西，它要跟你收碳费。
那这个就会冲击到我们的产业。所以在国际上，因为国际上有这样子的趋势，所以在台湾，从总统宣示了之后，环保署它就把我们原本的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就把它修正成因应气候变迁的法令，而且它把2050净零的这件事情直接纳进去法令里面，把它定成一个法规，是我们要遵守的一个法规。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它也只是国发会在今年的3月份要定出我们全台湾的净零的减碳的路径。那这个净零的减碳路径其实就包含很多，你可能能源转型，你可能社会要转型，企业要转型。你可能我们的很多的文化那些都必须要转型，你怎么样朝向净零这条方向走，甚至我们的科学的一些技术、碳捕捉的技术等等之类的。是。我听到咱这玫瑰安尼介绍了，咱知影讲咱台南市政府一直拢做积极的啦，咱即马嘛做有足大的、足强的这种危机感啦，所以咱比如讲咱2008年的时阵已经有反怠速的这个政策出来后来嘛是中央甲咱摕去用啦过来即马就是讲像2012啦咱伫101年的时阵，咱台南市嘛率先来提倡这个低碳城市的这自治条例像咱玫瑰阁讲到咱市长黄伟哲伊即马嘛咧签订着这气候的这紧急的这一寡这个政策那么咱拢是真积极啦伫这个部分我知影讲过去咱所做的嘛拢有一寡成果出来是不是嘛？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咱这个成果好不好？好，咱的2011年那时候定的所谓的低碳城市自治条例是咱全国第一个当时定的时候其实是那时阵现在的赖副总统，就是我们之前的赖市长任内他那时候定，他就是要环保署他要在北中南选一个所谓的低碳示范城市所以那个时候赖市长他就很积极的去争取，那台南市也拿到了所谓的南区的低碳示范城市，那他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这个，所以他直接从法令里面去规范，所以他就宣布了101年是我们的低碳元年，在那一年也定了所谓的低碳城市自治条例。那因为都没有人定过，那他当时的想法，他就是认为说，我们应该从法令的规范面，从都市设计，从一些包含在审议的部分你在源头就必须要把低碳的这件事情纳进去。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定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的讶异，非常的讶异之外，我们定了很多是全国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提出了所谓的禁止使用保丽龙杯。那时候是全国第一个禁止使用保丽龙杯。那这件事情影响的最大的就是什么？我们经常去做净滩，但是有很多的保丽龙杯，其实大家使用完之后，因为它不易腐化，所以使用完之后，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垃圾。那在净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很多的保丽龙杯。那当时我们禁止的时候，当然就有很多的业者会有很多的反弹，但是这是一个对的政策，持续推动了之后，我们现在净滩就会看不到所谓的保丽龙杯具。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求用电大户，就是说你在台南设厂，你是用电大户，那你就要善尽企业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就要求他要设置10%的太阳能光电因为你用了很多的电，所以你要做绿电那除了这样子之外，我们也在公告了所谓的指定的示范区。公告这些指定示范区，你一定要导入所谓的低碳的元素，比如说这里面的建筑物，你通通都要是银级的绿建筑，你的全部的每一个的建筑物，你都必须要做太阳能板，你要有电动车的充电的设施，你甚至你的建筑物的下面的筏式基础，你要作为蓄水滞洪的功能。那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就公告了2个指定的示范社区，一个是现在最有名的9分子。当时在赖市长那时候，赖前市长推动的时候，他就是号称我们台南市的101。为什么？因为它总共有101公顷。那101公顷里面，它就规范了它除了采用自然生态之外，它有14万立方公尺的滞洪的面积。除了这样子之外，它的每一栋的建筑物，它都是采用低密度开发的方式。那107年我们又公告了第2个，就是现在很有名的高铁沙仑的特定区。高铁的沙仑特定区一公告了之后，我们就引进了所谓的
沙仑智慧科学城，它从创能、储能，导入了厂官学研，各方面的人员通通都进来。除了这样子之外，台厂为了因应这个，它也在那边做了一个100%的智慧绿能循环的住宅，也就是说，它全部的建材都可以再利用，不像我们用 RC 盖了之后你要拆掉，它是全部通通可以再把它拆掉之后，可以在别的地方再重新盖。利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包含在我们的低碳校园，我们也推了所谓的低碳校园认证，然后要求全民都应该要每年要有所谓的4个小时的低碳的教育的认证。你可能要有一些这方面的相关的学习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定了这一个的规范了之后，目前全省各县市也陆陆续在我们之后陆陆续续也定了很多的自治条例，包含中央针对用电大户的部分，它也采了我们的规定，要设置10%的太阳能光电。所以其实我们是觉得从法令的规范，其实你可以让业者在一刚开始设置的时候，他就必须朝低碳的这个方向进行。是，如果咱听到玫瑰跟咱分享咱知影咱市政府咱环保局才用心的打造咱讲的这永续环境那么会当咱中央选定为示范城市表示讲因过去的努力较拍拼，咱中央来肯定啦嘛认真来咧把这个政策推行好那么他拄仔咱讲到这全球的这个净零。一个政策就是讲到2050年的时阵一个排放政策。那么伫这部分，咱嘛是爱一步一步朝向那个目标那么伫这部分咱好像环保局有6个方案，是不是嘛？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好，那针对这6个方案我们就先给大家看一下以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净零的趋势。以净零的趋势，如果我们台南市都不做任何的作为，目前台湾其实我们台南产业算是很发达，所以其实我们的排放量会一直线上去，所以我们为了达到这个净零，我们就必须按照它的排放量，比如说我们的工业部门大概是占了全部的60%，住商部门大概占了15%。我们的运输大概也占了15%，所以我们一定要优先从碳排放量的部分来优先着手。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从产业端的部分，第一个我们可能要辅导他们能源转型，不要再烧煤，不要再烧油，改用所谓的去碳化的方式去作为它的燃料，甚至多使用再生能源。第二个，我们要辅导他们去做所谓的碳盘查，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企业，他根本就不知道它排碳量多少，不知道排碳量多少，他就会不知道他怎么样去改善。那在交通的部分，我们可能就会所谓的尽量推动所谓的电动化的公车，还有大众运输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在住商的部分呢，因为有很多的是老旧的建筑物，建筑物这一块到底要怎么样做？可以让它更节能，所以我们会请公务局会定了一个所谓的台南处，台南处为相关的规范，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路灯，全面都换成 LED 的路灯，包含到我们的厅舍、我们的校园全部都装设所谓的太阳能板，包含我们的什么风雨球场，这些都可以换成太阳能板，因为现在学校是每一间教室都有冷气嘛，那大家就会觉得说，你装了冷气，你就会增加用电，对，所以我们就鼓励学校，你的公有的厅舍、学校的建筑物、你的停车场，包含你的风雨球场等等之类体育场，上面都要装满的太阳能板来抵消你所谓的装冷气的用电。那包含在环保的部分，我们可能就会推所谓的循环经济，怎么样资源回收再利用。那农业部门可能早期发电，然后多造林，这些是我们一系列的那个相关的行动的方案。就是像很多配套措施啊，对，有当时你讲要装冷气，当然装饰没有问题啦，可是在用电的这个
问题顶管吼，哇，这个以后那个用电量又提高了吼，所以吼，咱伫遮咱有一寡配套措施的是先吼，像哈如果咱玫瑰讲的，用一寡太阳能板啊，先会当吸收迄个电量吼，唔免搁来增加咱的这个电量啦吼，会当吼家己自给自足，安尼吼，较袂增加吼这个排放迄个碳的这种压力啦吼。那么哈如果咱讲着吼，这净零排放的这个计划，到今目前为止啦吼，咱有一寡效果，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针对成果的部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太阳能，我们台南市的太阳能哈，这条曲线黄色曲线是全国，这条蓝色的曲线是台湾是台南市。那以台南市而言，占比全国大概35%，也就35%的太阳能。拢是台南市贡献的，所以台南市目前的总设置容量是全国第一。那除了这样子之外，比如说我们大家常会说台南的空气品质不足好，其实咱在改善空气品质的时候，咱也同步的在减碳。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我们不管是汰换所谓的老旧机车。我们总共汰换了将近40万辆的老旧机车，我们也辅导我们的工业锅炉从燃煤燃油变成燃气，经由一系列的方式，包含补助电动机车，一系列的方式，我们的空气品质其实是越来越好。以蓝天而言，我们大概已经增加到82%、84%。除了蓝天的增加之外，其实它反映的另外一个的数据，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减碳的部分，可以看得到，我们一路从99年的2667减到现在大概2200多公吨，等于是减了400多公吨。以这样子的速度的话，其实在整体而言的话，在台南市，包含到我们推所谓的早扎早艺再利用啊，很多的方式，其实它的成效都是非常的好，都获得了所谓的全国第一。包含我们也利用了所谓的掩埋场，掩埋场它其实就是很偏僻收窄然后它可能富裕完没有任何的功能，但是我们在上面给它种植的所谓的太阳能板，那我们总共完成了13处的掩埋场的种电。那整体而言，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太阳能光电大约总设置容量大概是2.5 GW， 2.5 GW 等于多少？大约是可以发33亿度的电，等于12个曾文水库的发电量它可以供94万户94万户的台南市的居民的用电。所以其实它是非常的可观。那其实我们就是善用我们所谓的太阳能。那我们其实上中下游的绿能产业非常的多啦。那藉由这样子的方式，所以我们推的所谓的5大地面型。还有5大屋顶型很多种不同的，从屋顶可以种的到地面上可以种的，到水域可以种的，到掩埋场可以种的，通通都放进来。所以咱对这节能减碳嘛有足大的帮助啦那么咱知影市政府咱环保局这个所在呢，咱真认真咧推动这个政策啦但是这个政策不是好简单，咱市政府也就是讲咱的这公家机关大家做就好啊，咱民众嘛大家配合安尼效果会更加好啦那么伫这部分，咱民众要安怎甲咱市政府来配合？民众的部分其实现在大家一直在推的一个就是全民绿生活那全民绿生活从食衣住行娱乐购就是说你从你的那个居家多关灯就是等于是随手关灯嘛家里要用省水的，那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那一种绿色餐厅或者是绿色旅馆那你就是选择那一种可以不用一次性的抛弃物的那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比如说现在去奥莱，你可以坐火车直接到奥莱，你要从别的县市来坐高铁，然后搭台铁到我们火车站，然后可以搭我们的 T-Bike， 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利用大众运输的方式减少所谓的用油那可能我们的消费的部分你尽可能不要买那个饮料杯你自备杯子，我们现在有推很多的奉茶点自备杯子就可以去装水甚至有一些循环杯，我们在推，比如说我们振兴街就是我们台南市很有名的那个很有名的地方，那他去那边你就用杯子就可以全头逛到好所以我们经由这样全民的绿生活的方式，鼓励大家从平时生活就能够做好绿生活。是，咱今日感谢咱台南市环保局咱的检认技证朱玫瑰技证来到咱的
乡亲朋友分享遮尔那侪甲有关吼，这节能减碳的一寡政策吼，因为这个政策毋是较干那咱市政府，啊，咱环保局实际上吼，因来做认真吼，已经有得到足好的这个成绩啦吼，啊，上重要就是咱的民众爱大家配合啦吼。那么今天感谢咱玫瑰哦，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吼，咱收看咱台南向前行吼，我是婉婉，咱下次见。